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，因来自全国88所大专院校准备到成功岭报到的女学生，一大早就抵达台中。1997年1月18日，全国头一批成功岭大专女生的训练营，总共有21位报道，接受19天的军事训练。穿上他们向往已久的迷彩装，套上野战靴，戴上钢盔，像个十足的女性大专兵了。新台币改版曾因为国父肖像有可能从纸钞上消失，因而蒙上浓浓的政治味儿。下午，中央银行再度召开临时理监事会，探讨新台币的改版事宜。结果，与会的理监事确定让国父的肖像可以继续出现在100元钞券上。1999年1月18日，新台票改版，当年听讲国会肖像有可能为纸票上消失，中央银行赶紧开会决定保留国会肖像，后来佫增加2000块名额的纸票。